议会临时会上午进行各委员会会议的审查，建设委员会2案，包括0206善款。议员提案用伫安平离奇国体海沙屋赔偿，因为时机敏感，今仔日透早佮发生地动，加上议会明仔载特别进行0206善款的使用专案报告，因此主席蔡司明仔载大会做伙讨论。至于另外一案，外籍劳工容易群聚加喧哗，敬请劳工局查核加劝导，因为议员有无共的意见。因此，主席蔡司上启府来建议。那是因为外界始终对于外籍移工朋友在台湾的各种处遇会有一种不知道是有色眼镜还是什么，比如说本会过去在讨论有关于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特别挑起。而实际上，我们从数字上看起来，并没有很明确的有这样数字，所以我之所以联署是希望说，好，那谈这种就来查这种所谓的群聚喧哗，是不是就是外籍移工，还是本籍移工？我们不应该歧视外籍的移工啦。如果真的不是他们的话，就要还他们清白。不过确实有民众跟我反映说，他外籍移工确实不只是喧嚣，而且是喝酒，然后很多民众就会害怕，经过会不会受波及？不要说受攻击啊，会不会受波及？就是我们劳工局这边有在记录说，只要是有接到1999，或者是说有民代去陈请公，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接到很多民众来陈请说他们那边都会很吵，而且公每天超过10点都非常的大声，而且公甚至都会打电话去报警，那警察过去处理，也只是劝导而已。那当然这个是我不想你们这边有没有在纳入这个就是通盘检讨说。这样的案件大概有多少？劳工局是负责他移工来在我们辖区里面的生活辅导关怀的部分，那相关的法则我这边也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讲，我是该拄到你该辅导该劝导说，以后咱的民俗咱的生活水准是这样的。我现在劳工局的能够尽量只是做劝导辅导的部分，因为没有法则，那我不是我的前责。另外，在保安委员会部分，5件提案拢是甲交通有关系，其中在交通路口倒挖的号志指示，议员建议市府应该进行清查，并且规划统一的车辆倒挖的灯号。过去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说希望是不是用电脑把它单一化嘛？OK， 所以统一。可是当时我记得交通局长告诉我，因为花费太大，没钱，所以没有办法全面把它变成一个号志的单一化。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提案，你们目前的想法如何？市区里面有一些道路确实受路幅的限制，我可能单向只有1车道，再加一个机慢优先道，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再新增一条左转专用车道所以第一个是没有办法全部的左转都是用保护实项专用实项来处理，所以就会有第二种情形，为了要疏解转弯车不要因为一台转弯车挡到了后面所有的直行车辆，我们就会利用号志的时差的方式来处理。那这个方式当然早开跟迟闭会有刚刚议座提到的，大家会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尽量目前我是请同仁以早开为原则非不得已才用迟闭。因为台南市市区一寡道路原本就较矮，目前只用以红青灯的早开或者是迟闭来提供倒挖。至于路况有够，将正式左转的车道，局长嘛表示，因为牵涉安全岛的退缩经费较大，未来会甲工务局来合办。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